大天使拉斐爾係最著名嘅療癒大天使，佢嘅名字拉斐爾喺希伯來語中嘅字面意思係上帝療癒。大天使拉斐爾擁有令人難以置信嘅存在，只要你與佢接觸，就能夠喺各個嘅層面療癒你嘅思想、身體同埋靈魂。為咗幫助你調繫到拉斐爾嘅支持同埋存在，我已經要求大天使拉斐爾通過我引導一個天使祈禱文，咁樣可以幫助你連接到佢嘅存在。